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我係林木。宏福苑大火，立法會選舉完畢之後，我相信大家嘅焦點會去返宏福苑火災嘅善後安排，究竟係重建定係維修？有冇第三個選擇？後來的林福苑事情又會點樣發展？今集林木將會分析俾大家睇，千祈唔好錯過。宏福苑火災已經發生咗幾個禮拜。災後嘅情況亦都越嚟越清晰，包括死傷者嘅數目、政府對於災民臨時性嘅安排、本地同世界各地嘅人士機構嘅捐款等等。而社會上面最多人關心嘅就係一棟一棟滿目瘡痍、慘不忍睹嘅住宅大廈，應該維修定重建？社會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同意見，有部分人士覺得維修比較好，經濟效益比較高，原因就係維修嘅時間短。大約只需要6至9個月嘅時間，就有機會令到災民重返家園，成本亦相對比較低。亦有另一個睇法，就係一個受到咁大傷害嘅地方，如果唔重建嘅話，對於居民會產生心理上嘅陰影。尤其係今次喺災難中失去親人嘅家庭，以風水嘅角度去睇，呢個地方怨氣太重，就算原居民願意之後住落去，亦都唔會有運行。翻去比較現實嘅情況，其實仲有好多地方需要考慮。首先，維修或者重建嘅成本係由邊個去負責？保險賠償金同捐款基本上係唔足夠去做維修同埋重建。有冇其他融資嘅方法？如果你話政府或者房屋協會一力承擔，我相信會比較多人選擇重建，起碼感覺良好啲。其次就係，無論維修或者重建，喺呢段過渡嘅時期，講緊起碼係1年或以上，對於災民嘅生活安排、住宿同埋產生嘅額外生活成本，政府需唔需要提供資助，都係要考慮嘅地方。對於林木嚟講，呢個世界永遠唔會只係零和遊戲，而喺呢件事上面，即係話唔係只得維修同重建兩個選擇，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去考慮。比較可行嘅方法仲有，政府可以出資按市價買翻晒宏福苑嘅業權翻嚟，將土地嘅業權收歸政府所有，類似市區重建局做法。而宏福苑嘅業主亦都可以將賣到樓嘅錢去選擇自己想住嘅地方，咁樣做已經可以解決居民經濟上同心理上嘅問題，而且唔多唔少，亦都可以帶動當區嘅二手市場嘅買賣。而另一個選擇就係俾災民以一換一嘅方法換購而家喺房委會手頭上空置嘅單位，再加一啲補貼，例如裝修同交通津貼。至於收翻嚟嘅土地，政府應該作出深入嘅研究，甚至改變土地嘅用途，例如將笪地改為醫院、學校或者其他社區設施。當然喺呢個安排上面，政府可能會有損失，但係香港財政儲備充裕，加上今次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嘅災難，應該要特事特辦，相信好多市民都唔會反對。政府今次處理災民嘅手法，對於香港市民或者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政府嘅信心有重大嘅影響。如果處理得好，獲得高度嘅評價，將對於香港政府嚟緊幾年施政會有好大嘅幫助，亦都可以俾國際投資者信心。相反，如果安排失當，令到社會聲音加大，咁對於香港政府就大大不利。按照政府最近嘅宣傳，新一屆立法局議員將會全力推動災後重建。大家都好想睇下新一屆立法局議員嘅能力去到邊，係再次令到大家失望，定係有驚喜？拭目以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香港政府想揀一條咩嘅路？相信嚟緊呢幾個月係大家嘅焦點。好啦，今集講咗咁多先。喜歡呢段片嘅朋友，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下次再見。